卡拉克伊茨爾克斯作為係俄羅斯一個人口唔到47萬嘅共和國，關於女性嘅困境公開資料極少，但一定要清楚嘅係，冇報道唔代表冇事發生。喺北高加索，低通報往往只講明一件事，禁聲機制運作得非常成功。喺呢度，家庭暴力、早婚、女性缺乏保護，制度對施暴者長期縱容。如果一個地方連受害者都消失，你要問嘅唔係安唔安全，而係佢哋係被保護定係被封口。喺卡拉克伊，15歲就可以結婚。更關鍵嘅係，法律明確規定，只要同未成年受害者結婚，可以免除強姦罪。呢個唔係漏洞，而係制度嘅選擇。即係話，婚姻唔係保護女性，而係幫施暴者洗白。呢一步唔係文化嘅問題，而係制度主動為男性嘅暴行開闢免罪通道。當社會長期貧困、壓抑、資源枯竭，系統已經冇能力提供出路，暴力就被默許成出口。但呢個出口從來都唔係雙向嘅，男人可以將壓抑外化成暴力，而女人就必須將壓抑內化成順從。同樣嘅處境，男人會被理解、被原諒、被合理化，女人就要被要求、要忍、要諗開啲、要顧全大局。一旦反抗，女人就即刻變成唔道德、唔守婦道、情緒化、唔穩定。父權社會允許男人外溢，卻要求女人要承擔男人外溢嘅全部後果。所以你會見到，當父權制度失控，佢唔會瓦解，而係將代價向下轉嫁，對上層繼續維穩，對男性會給予縱容獎勵，對女性懲罰羞恥，佢嘅身體、名聲自由全面受控。暴力外溢從來唔係意外，而係父權腐敗之後維持秩序嘅必經之路。北高加索嘅雅尼耶娃案件，重點唔係女人殺人，而係佢10幾年嚟被家暴期間，制度全面失聲，司法介入為零，直到女性反抗，直到男性死亡，制度先突然高效運轉。呢個案件講明一件事：女性作為受害者嗰陣，制度可以長期缺席；女性一旦被標記為係加害者，制度立即現身。唔係法律唔存在，而係只會喺男性利益真正受損嗰陣時先會被啟動。呢個唔係個案錯誤，而係制度優先級嘅選擇與暴露。父權制度真正保護嘅，從來唔係家庭，唔係道德，更加唔係秩序。佢要維護嘅只有一件事：男性永遠處於支配位置。就算一個男人一無是處，只要佢係男嘅，制度都會為佢兜底。而女人呢，一旦反抗，就要付出全部代價。所以記住，喺呢啲地方，沉默唔係和平，沉默本身就係暴力。父權唔係自然秩序，而係一套靠女人嘅痛苦延長自己壽命嘅控制系統。